加拉太书第3章，我加拉太人啊，希望人未分你哋啊。耶穌基督本人當時在十字架上嘅事，敢唔係像一幅圖畫，明明在你哋嘅目睭前嗎？我只會問你哋一件事：你哋接觸上帝嘅靈，係因為遵行法律，也係通過聽信福音啊？你哋認為安安啊？你哋既然通過上帝嘅靈來開始，樣辦了下，想要靠自家嘅能力去完成呢？你哋所經歷嘅一切，攏總無采講係麼？敢係空空？上帝賜你哋聖靈，又在你哋中間行各種嘅神蹟，係因為你哋遵行法律，也係因為你哋聽信福音啊！從聖經論亞伯拉罕嘅時講。佢信上帝，因為佢嘅信，上帝就算佢做義人。安樣，你哋愛弟有信心嘅人，真係亞伯拉罕嘅子孫。聖經以前看到，上帝愛本外邦人，因為信來同佢有正確嘅關係，所以早就傳了福音，本亞伯拉罕講：萬民攏總會通過你得到上帝嘅賜福。亞伯拉罕因為信就得到福氣，安樣一切信嘅人也愛同佢共下得到福氣。用遵行法律做依靠嘅人，全部係生在主之下，因為聖經講，法律書所規定嘅每一項事，無一切遵行嘅人，就愛受上帝救助。事實上，無人能靠遵行法律在上帝面前本佢稱作義人，因為聖經講，通過信本上帝稱作義嘅人，一定會得到生命。總係法律嘅根基並唔係信，顛倒聖經按樣講，遵守法律命令嘅人，會因為法律得到生命。基督已經為我哋擔當主主，用按樣來救贖我哋脫離法律嘅主主，因為聖經講，所有本人掉死在樹嘅當過嘅人，全部受上帝嘅救助。基督按樣做嘅目的係愛使上帝所應許賜本亞伯拉罕嘅福氣，通過基督耶穌來賜本外邦人。所以我哋將做得通過信來領受上帝所應許嘅聖靈。兄弟姊妹啊，我用日常生活嘅事舉例來講，兩個人同意一件事，要打契約，卻無人做得違約，也係假干馬嘅。同樣，上帝已經對亞伯拉罕老佢嘅子孫立了應許，聖經並唔係用對子孫來指當人，係講對你嘅子孫單單指一個人，就係基督。我嘅意思係講，上帝立了契約，要答應愛守兩個契約。430年後，將出現嘅法律就唔得破壞兩個契約，來廢除上帝嘅應許。因為上帝所屬嘅產業，那係用法律做根基，就唔係做應許咧。仲係上帝使人做產業，本亞伯拉罕係做佢嘅應許。按樣法律嘅目的係乜嘅呢？法律係為咗指出乜嘅係過犯來殺嘅，直到嘅應許本亞伯拉罕嘅子孫來到就結束。法律係通過天使透過一個中間人來頒布嘅，總係單方面嘅事，就唔是中間人。上帝嘅應許係單方面嘅事。按樣來講，法律係反對上帝嘅應許嗎？絕對唔係。那係法律嘅頒布能為人類帶來生命，人就做得靠法律來同上帝有正確嘅關係咧。仲係聖經講，全世界攏總在罪嘅權勢之下，因為按樣，上帝愛用耶穌基督嘅信息做兩數應許嘅基礎，倆應許係書本所有相信嘅人。仲係新嘅時代蠻多以前，法律係掌管愛道嘅，像掌辦人一樣，直到先顯明出來嘅時，
所以法律是做我哋嘅監護人，直到基督來到，安樣我哋就因為信來本上帝稱作義人。既然這下係新嘅時代，我哋就冇再受法律嘅監護咧。你哋大家全部係通過信基督耶穌來成做上帝嘅子女，你哋兩世裏歸入基督，作上基督，就像作衫一樣，無分猶太人，也係外邦人，奴隸也係自由人，男人也係女人，在基督耶穌嘅生命地位，你哋全部成做一體咧。你哋那係屬基督，你哋就係亞伯拉罕嘅後代咧，為領受上帝所應許嘅產業。